青少年伫咧面对考试、家庭也是交朋友的问题时阵，恐惊是心情郁卒痛苦。为着关心这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，台北市政府就甲民间团体合作，伫咧各中甲各小开心理健康的课程。 中大少年中心的学生伫台顶表演一条活泼的舞蹈，来鼓励青少年会当甲因同款有活力。为着要改善青少年面对压力郁卒的心理状况，1007甲台北市政府合作，提供各校各中的学生心理咨商的课程，甲心理健康的课程早入校园。有4大主题，第一个呢是情绪的认识以及管理，第二个则是如何 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。第三个是人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。第四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理想和目标。 根据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的统计，伫112年拢总接收到1640个企图自杀的通报，其中前3名的原因是因为抑郁症、家庭问题、甲功课压力。为着要改善学生的心理问题，台北市政府希望对家长、老师、领母做起，提供因学习情绪管理的课程。不仅对于孩子、对照顾者、对照顾者也一样，给予相关的心理咨商、专业的情绪认知课程，那涵盖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，包括我们儿少服务据点的社工，也包括我们居家服务的保姆。 基金会表示，这摆因甲社会局、教育局、青年局合作，除了甲心理健康的课程早入校园，若是有学生拄着郁卒、痛苦的心理状况，只要联络课程老师，因嘛会提供因心理咨商的服务，鼓励青少年活泼、自信、有活力的面对每一天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